所有的各位来宾以及贵宾呢，能够跟我们一起欢乐。所以接下来就是你给各位介绍的是大会舞。大会舞，丰年祭大会。介绍一下，下个礼拜就是10月30号上午10点，在水上乡中华电信水上服务中心的旁边的广场，要实施也是100年是原住民，都是原住民的沙鹿丰年祭。我们特别欢迎理事长杨树莲在吗？给大家打个招呼。所有的团体陆陆续续跟着我们跳的时候，其他各位来宾，我们接着跟东洋人一起跳大会舞，不要在那边笑，尤其是入境上下第44号头前，出去跳，然后坐那里，连知道我们的同学跳大会舞。这就严重了哈。那这个时候是属于现场所有来宾的时间哦。除了欢迎我们与会的嘉宾、与会的贵宾之外，我们也邀请所有在今天要参加演出的团队，欢迎台东县都兰新潮舞旗以及台南市原住民扫湖岸原舞团、台南市原住民回廊舞团，还有台南市台南国际民族舞蹈协会。再来就是欢迎台南市原住民部落联合协会、高雄市南岛舞旗、真理大学台南校区原住民青年社、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彰化部舞乐团、台南市原住民回廊舞旗的所有团队参加演出的团队我的朋友，我们都出来一起与君同乐、与君共舞。这个时候是属于大家的时间啊。
我们非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也非常欢迎您参加这项活动。来，我们现场开场到现在一直没有我们原住民的呐喊的声音我说一到的时候，大家都那外国人呢，穿国旗装呢，外国人穿国旗装这么热情。外国人穿国旗装，你看这么热情，喜欢原住民的舞蹈。所有嘉宾，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到场中呢，我们首先就走新年的新，我们动物团的统计员舞动舞出原住民的天后，欢迎在场所有的朋友。